感谢的回答模式一样要有对象，再加上道谢原因。比如说明对象曾经的好，加感恩祝福词。我们来看题库的题目。今晡日係教師節，你為老先生講乜嘅，來表示你嘅感謝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對象是先生，道謝原因是感謝你教我講卡，感恩祝福詞教師節會到咧，祝福先生教師節快樂。因此答案可以說：先生，感謝你教我講卡，教師節會到咧，祝福先生教師節快樂。我們再來練習一個不同的答案。先生，勞蘭兒子同愛，康兒龍通，教師節會到咧，希望先生身體康健。祝福先生教師節快樂。禮拜係通過抗疫認證考試，你最感謝你啥？請用幾句話對其表示你嘅感謝。套用回答模式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先生，禮拜我通過初級認證考試，當希望你按用心教我哋講客家話哦。